歡迎成為米繪粉彩教室嘅會員，只要你加入，每個月就會畫到2幅全新嘅簡易粉彩教案，全部都係米繪精心挑選，每一個教案都係用高清嘅方式錄影，經過精心嘅剪接，清楚咁顯示每一個步驟嘅做法，亦都會有細節嘅特寫，同埋仲有中文字幕，就算你唔識廣東話都睇得明㗎。每一個視頻會喺1個半月至到2個月時間之內隨時任睇重溫，會員就可以根據自己嘅工作休息時間安排進度。伴隨住每一個教案，米繪都會提供需要嘅營版俾你下載。只要你有打印機，就可以按住我嘅指引，非常簡單咁製作出每一個教案嘅專有營版。如果你冇間斷咁支持米繪成為付費會員，達到6個月、12個月、18個月同埋30個月嘅話，你都會收到感謝教案，用嚟多謝大家嘅支持。米繪嘅教案有自己一套好獨特嘅教學方式，我稱之為簡易粉彩。除咗好似懷粉彩咁容易上手，同時我亦都會通過每一個教案教大家一啲傳統繪畫嘅理論同技巧，提升大家嘅繪畫概念，肯定俾到一個全新嘅體驗俾你。歡迎你加入